經書因書第3節樣講到，呢個愛嘅中心唔好離開你講帶出一強力氣，寫出一個心中嘅氣，呢個愛嘅中心，因為十分重要了愛嘅中心，係講這個人要愛嘅中心，這個做乜嘅都要信呢個第3人第3第4節樣講到，因為在上帝嘅面中。在上帝嘅面前，人類嘅面前，即刻得到愛耀嘅，嗰了得到尊重，本人類尊重，本上帝尊重，因為即刻要入中心，嗰了即刻入愛嘅人，呢個愛十分世間你哋按摩。因為人用自己嘅力量嘅愛，思想冇千年嘅愛，係講自己用上帝嘅愛，自己能夠做一切。因為上帝本家心中有愛，本家心中有忠心嘅心，自己要對公婆忠心，對公婆有愛，對兄弟姊妹有忠心，亦有愛。咁對自己上帝有忠心，要有愛千萬嘅所以唔好離開呢個上帝嘅愛，本了自己嘅。阿們。